手袖咧係完全唔窄噶咯，係啊係唔窄，好鬆㗎。即係就算係我咁粗嘅手臂咧，佢都仲有大約咁樣嘅位置，即係我佔咗2/3左右咯。所以咧佢係完全有肉地都可以着到，同埋佢嘅手袖係超級夠長咯。係啊，佢手袖長咧就會令到成個人咧好似個比例好好咯。係啊，好似好顯瘦啊，同埋咧佢嗰個版型係偏短身啊，去到肚臍下少少個位置。咁所以你襯任何衫咧，你都可以攞翻個邊邊咧，咁樣感覺係好靚，同埋小個子都 OK 咯，即係唔使驚話會太長。同埋我中意佢嘅下擺啦，同埋手袖咧都有呢啲 ruffle 邊。係啊，即係咁樣影相，其實你都會見到個咁所以我覺得好啱夏天啊！呢一件真係係啊，同埋啲色全部都係好靚，好似我咁樣扣啦，同埋好似琪琪咁樣開胸着得都好好睇咯，完全真係襯咩都得。有少少微透感咧，感覺冇咁攰。